主后2022年8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一摆献上永远有效。圣经，咱来看希伯来书第9章11-19、28节。毋久，基督已经来做大祭司，有实现好事。伊有经过较大、较完全，毋是人的手所达，毋是属即世间的账目。伊只有一遍进入至圣所，毋是用山羊的血甲牛仔的血，是用家己的血，为着咱成全永远的救赎。山羊甲牛犅的血，以及牛母仔的骨灰，若朽伫无清气的人，就会互因圣化清气。何况基督通过永远的神，献伊无瑕疵的本身互上帝，伊的血减袂互咱的良心，搁较清气脱离死的行为，来服侍永活的上帝。因为安尼，基督做新的约的中间人，是要互上帝呼召的人会得领受伊所应允永远的产业。因为基督已经用伊的死来赎回因伫前个约的时所犯的罪过。关系为族一定着先证实立为族的人已经死，因为为族一定着立为族的人死才有效。立为族的人还活地，为族就无效。安尼，连头一个约嘛是有用费来成立。摩西照律法将一切的诫命传互人民，然后烘牛犅甲山羊的血掺水，用朱红色的羊毛甲牛膝草绣伫迄本册的顶面，甲全体人民的身上，讲这是契约的血，是上帝命令恁着遵守的。相反，摩西嘛将血绣伫帐幕甲礼拜的时所用一切的器具。照律法，差不多所流的物，拢是用血来洁净，无流血就无赦罪。照天顶的款式所仿造的物，需要用精生的血来洁净。毋过，天顶的原物需要用比这个较好的祭物来洁净。基督入去，并毋是人的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副本，是入去天顶的真圣所。伊现在为着咱出现伫上帝的面前，基督毋免一遍搁一遍献本身，亲像大祭司着逐年继续带精生的血入去至圣所。若着一遍搁一遍献，对创造世界以来，基督着一遍搁一遍受苦。毋过，现在伫即个世代的落尾，伊只有出现一遍，将本身献做祭来除去罪。照所注定，人着一摆死，死后着受上帝审判。亲像安尼，基督已经有一遍牺牲来担当正人的罪。伊的第二遍显现，毋是要对付罪，是要拯救迫切地听候伊来的人。以上，一遍献上永远有效。2022年，新冠肺炎 COVID-19 变种病毒 Omicron 突破各国的防线，使得全球疫情再现高峰。各国积极提高疫苗接种率，
企图围堵病毒蔓延。专家指出，为因应 COVID-19 病毒不断突变，可能每隔几年甚至每年拢需要补助加强射。注射疫苗会刺激身躯免疫系反应和产生抗体作用，但是对着时间过去，抗体保护力无法度一直持续。毋若 COVID-19 疫苗安尼，咱对细汉到大汉施打的疫苗嘛共款，保护力会对着时间来降低。医学研究指出 ，COVID-19 疫苗差不多经过5-6个月后，防护力就会下降。这也是为虾米爱施打第三剂的原因。那安尼，敢有无注射一遍就终身有效的疫苗呢？今仔日的经文，希伯来书作者透过犹太人献祭的常识，凸显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一遍就永远有效。对新旧约来看，献祭有无共赞助的意义，重点在于献祭会互上帝接纳，甲上帝沟通。照旧约律法，只有一年一摆的赎罪日，大祭司才通进入至圣所献祭。不过，希伯来书作者认为，伊的效用并无完全。犹太的大祭司伫赎罪日所献的是牛羊的血，甲伊献伫至圣所的施恩宝座前，为着要救赎众人民的罪，逐年拢着安尼行。总是耶稣基督正做大祭司所献上的，并毋是牛羊的血。耶稣基督的献祭是用家己的血，也就是献上家己的身躯，甲性命的一切全部献上，而且基督一遍献上就得全功。安尼的献祭，干那需要进入至圣所一遍，就成就永远的救赎。作者并无完全否定犹太人一年一度的赎罪日。大祭司献上祭物的有效性，大祭司的献祭代表所有的律法，所以作者才用这来甲耶稣基督的献祭相比。目的是要显出耶稣基督的能力，伊的救赎工作一摆就完成，互所有的人的罪甲无清气，拢得到救赎。希伯来书作者讲到，耶稣基督并无进入人的手所造的圣所，却进入天顶的至圣所，徛伫上帝面前。这种甲上帝面对面的情形，连大祭司进入地上圣幕的至圣所，也袂当见上帝的面。耶稣基督进入天顶的至圣所，只是以免像地上的大祭司需要一遍的献祭。那耶稣基督只是地上的大祭司，就需要重复献祭，而且对创世以来就着忍受苦难。耶稣基督伫这末世道成肉体显现过一遍，甲家己献上做祭，来洁净世间人的罪。这样的献上是属天的献祭，无像地上的祭司献祭安尼，需要一遍重复献上。默想，何等的恩典！我竟然得到耶稣基督为我的罪献上伊家己，而且是一遍就成功、永远有效的献祭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的性命会通见证你的恩典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